好看的姑娘，有趣的器材，漂亮的环境。摄影归根结底追求的还是那一瞬间的感动，以及完成作品时的喜悦。它可以是壮观，可以是精致，可以是海里的一个身影，也可以是午后的一缕阳光。我相信，总有一天，每个人都会等到属于你的那个人、那个景和那个瞬间。但问题是，为了那个瞬间，你准备好了吗？